迎收看《Go Go 广哈位》，我是敏华。大家有没有觉得呢？在台北市大马路上车水马龙的，有的时候真的很想让自己的心灵沉淀一下。今天我们带大家来到青田街，可以看到呢，台北市的青田街现在多了很多古迹咖啡厅哦，可以让大家呢好好的坐下来喝一杯咖啡，享受一下午后时光。而刚刚提到的咖啡就是咖啡，带您逛逛喽。走进青田街，两条街红又动豆咖啡店，每一间咖啡店都有历史，也很有特色，这也成为台北这座桑溪相当独特的建筑风景。老出成影，闹中取静，很多人都来感受绿意盎然的桑溪凤贡。大家有没有觉得呢？真的很棒，在这样的一个日式建筑古迹里头，喝一杯咖啡，真的觉得很舒服，然后又很轻松。刚刚提到的咖啡就是咖啡。如果大家有空的话呢，其实不妨到城市的一角去感受像敏华这样的悠闲喽。而刚刚提到的城市就是桑溪，桑溪就是城市了。青田街总共有30多栋日式宿舍，也是全台湾桑溪保留最完整的日式建筑群。不是化身成为茶馆，就是咖啡店，大多都是日据时代留下来的日式住宅。在以前，这可是大学宅地，现在让大家可以吃轻食、洗咖啡，怀抱旧时代足迹，相当有意思。Hello， 各位朋友们，今天呢，我们跟着敏华来到青田街这边。青田街以前因为是一条老宿舍，所以呢，现在改编成了很多的文创手作店啊、咖啡店等等的，艺文气息非常的浓厚哦。当然了，认识新的词，一起来复习一遍吧。来看到第一个词就是咖啡，咖啡，咖啡。第二个呢，来看到就是城市，商时，商时。第三个，我们来看到一整句话哦。来看到这句话就是：这条街上有很多咖啡店，两条街红就动到咖啡店，两条街红就动到咖啡店。哇，其实咖啡这个东西啊，对很多人来说是每天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东西。记得哦，它叫做咖啡，把它学起来吧。好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